今朝早咧一起身咧就俾一宗新聞咧吸引咗我嘅眼球。新聞咧講到英國威廉王子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就分享咗佢點樣同3個小朋友咧去講屋企人患癌呢個經歷，包括係佢嘅太太凱特同埋查理斯。當時佢嘅仔女分別只係得12歲、10歲同埋7歲。吸引我嘅地方就係王子夫婦選擇咗呢一種開放式嘅溝通，但係我哋華人家庭呢，好多父母反而係會揀唔講俾小朋友聽。我見過唔少家長都會覺得小朋友仲係細，講咁多俾佢聽又幫唔到手，又驚佢擔心，驚佢唔明，件事又唔係去到咁差，不如由佢啦，唔好俾佢知。但係其實孩子唔知發生乜事，可能比佢知道真相更加驚，因為佢會感受到周圍嘅氛圍，見到你唔開心，聽到大人講啲唔講啲，反而咧會喺佢自己度咧用無限嘅想像力咧去諗出更加多可怕嘅細節。例如有啲小朋友可能會諗，媽咪成日去醫院係咪會死呢？爸爸成日都唔開心，係咪唔中意我呢？呢啲都係隱瞞帶嚟嘅焦慮。威廉王子喺訪問入邊就講得好清楚，喺多數時候隱瞞事情呢並唔奏效。咁當然佢係一個知名人士，當然好多人都會報道佢嘅新聞，亦都好難隱瞞啲小朋友。但係我想同大家講，屋企一個咁細嘅地方，我哋家長嘅情緒又可以走得去邊呢？所以佢選擇咗用開放嘅對話同小朋友去傾下點樣去解釋俾你聽。例如佢同佢3個小朋友講，媽媽最近要休息多啲，因為需要時間去康復。又或者係我哋都會有唔開心嘅時候，但係一家人一齊去面對會好啲。所以咁樣，小朋友雖然唔能夠完全明白，但係佢哋都會感受到嗰種安全感。呢一種安全感係因為佢哋知道爹哋媽咪一齊同佢一齊面對緊呢啲嘢，大家都冇秘密，亦都唔會有人離開。其實溝通唔一定要講全部嘅真相，而係要根據小朋友嘅年齡，用佢理解嘅語言去解釋個現實。相反，太多嘅資訊可能小朋友會產生混亂，而太少又會令到小朋友產生不安同埋焦慮。幾時講？講幾多？點樣講？就正如呢一篇訪問裏邊威廉王子所講嘅，冇說明書嘅，有時都要靠下父母同小朋友溝通傾偈嘅時候嘅感覺去拿捏嘅。不過作為父母，我哋要相信誠實而溫柔嘅對話係唔會傷害到孩子，反而會令到小朋友更有力量去面對一啲困難。當孩子學識面對現實而唔係逃避，佢哋嘅心先會更加強大。有時候誠實嘅擁抱比起完美嘅謊言更加能夠安撫到我哋嘅小朋友。今日呢一段短短地嘅聲檔，希望能夠俾到大家更加多嘅思考。